后来乡亲啊，这个健保费看起来是非去不可咯。讲这个健保已经相连续4档收支失衡，这个安全准备金每年都会比7.5个月这个安全水位较低，所以健保费是一定要来做调整。今仔日就讨论到费率调起的方案，目前至少有3个版本。这个费率调上悬的版本，若是一个月薪水4万块的劳工，每个月健保费要加付得要100块，啊，雇主甲政府的负担嘛会增加。健保会20号要讨论健保费率要调涨，而目前各界所提出的方案费率都可能会涨破5%。付费也是纳钱的医界甲公证人士拢入去卫福部参加健保会讨论，不过过程无开放。目前各界提出的3个版本，以医界上悬。费率到5.52%，若是一个月月俸是4万的劳工，一个月保费就要增加100块。付费代表是5.47%，共款要加付94块。若是有机会提出的版本是希望讲会使调回2012年时阵的5.17%，安尼就好。我们先不要预设立场哈，让这个健保会有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能够充分显露这个健保会他们自己对健保费未来怎么走这个清楚的意向表示，这样会比较好。全民健保已经连续了4年啊，今年收支的情形恐惊会欠超过600亿，明年安全准备金就较无1个月，就无法符合规定的5半月，所以讲起价恐惊无法避免，还是讲要安怎起？讨论出来结果会交予卫福部甲行政院安尼才会定案。